啦，乡亲朋友，一些困过后，转到咧节目当中咯，接着要讲啊事情，做之前唔好做了解，讲推后啦吼，即讲到啊，一个预防系当重要嘅，你下呢，像夹啊，做来请医生来老太家来讲到咯吼，用嘅来预防吼，一个黄斑部病变吼，韩国平时都生活当中，按用嘅来照顾木族咧吼，像讲夹黄斑部病变，按预防来讲啦吼，当然喺讲做嘅预防到一部分，其实其他嘅木族嘅一个部分咩要去照顾到嘅，黄斑部病变一般来讲吼，我嚟做预防来讲，有哪条嘅要注意嘅素材？好，一般来讲，你讲你预防黄斑部病变来讲，第一点是你食东西重要紧，最要紧，乜嘢都係食，你最要緊嚇。咱是講特別你講黃斑部，你講高危險群嚟講，好，第一點你可能會吃很多強催購質，你講青菜水果抗氧化物，抗氧化物底部是維他命 C， 維他命 E， 那維他命 A 是要緊嘅抗氧化物。當然講啊，我做的是葉黃素嘛，葉黃素做的。平常来讲，你当日该叶黄素差不多是6个毫克，6个毫克就足够。古时候你去买一个讲，像有啲人讲係像人嘅做好嘅，學一個保養嘅食品來講，佢基本有啥物嘅葉黃素安樣嘅？有葉黃素哈。你講都食物當中加嚟補充到嘅咩做嘅？食物最好，你講強催果子，你講像菠菜。也係個天然嘅橄欖菜，你對你講南瓜，你都全部要動到，你青椒、黃椒咩動好，所以是講你買菜嘅時間，麥雞、長菜，佢無共用嘅，橙色嘅、黃色嘅、紅色嘅，全部買。食材其實葉黃素是當到咧，就係你講到嘅啦，嗬，當然啦，你都最少愛食用5種食嘅一種係青菜，安樣對呀身體嘅空間咩好嗬，對呀個木質嘅保養咩好，還有佢啲擺度嘅抗氧化嘅成分，嗬，咩溜溜嘅做下功課啊，嗬，安樣就所以最基本嘅就做到嘅。抗氧化啊，像你講葉黃素，然後鋅片，鋅底部是像會散，會散，你係乜嘢講嘢係無動脈硬化嗬，動脈無硬化嘅人，你是會散底部，像你講鵝嘅嗬，oyster嗬，你就是做得拿掉嚟食嗬，你就按對身體全部當好。有啲人講 omega 3嗬 ，omega 3，你講魚油嗬，魚油嘅部分，咪對血管有幫助。我估到呀，魚油對按規則嘅血管嚟講係預防佢硬化，係亦可以留下糖掉，是強壯咩下唔會得到你嘅黃斑部嘅病變。所以天啲你個看嚟講，是有食鹽嘅朋友最好唔好食鹽。有食鹽嘅朋友都留言改提議嚟啦，唔好食嚟啦。冇真係嗬，食鹽嚟講咩最高嘅高危險群之一嚟。有食鹽嘅人比冇食鹽嘅人得到你黃斑部病變，差唔多有2-3倍，2-3倍按度。按個食鹽你素鹽嘅人咧，你最當唔好，咩唔好啦，所以特別要注意的哈。過嚟你講太陽眼鏡是重要嘅，鏡愛戴燈來嚇，有邊做要下燈嚇，對主動有傷害嘅紫外線。錯，冇錯嗬。其他嘅病變你講，反正而係有糖尿病嘅人，而係有高度近視嘅人，而係有高血壓嘅人，繼續一定要定期來做檢查，定期來治療，按然落去你條病變就唔會得到你黃斑部嘅病變。好，我就講嗰數日就部分按樣來提倡大家。唔過話木做做啲就講接觸嘅啦，一個食啦，韓國規則嘅一個貢獻嘅問題嗬，貢獻係要分乜嘅下重嘅，係冇下短嘅係冇，也相來係用嘅一隻情形，做啲老鄉親朋友講下冇。你嚟講嗬，你貢獻嚟講，平常你看得到嘅貢獻講400到700，400到700，你講納米太家啲講納米嗬，400到700納米嘅光線，是你講看得到嘅貢獻，底部有紅色、紅橙黃綠藍靛紫嗬，呢度色你講看得到嘅光線，看得到嘅色，咱就講400以下，你就講紫外線，紫外線是日頭講照到了是紫外線，好，底部
400以下是紫外线，400到500，你看用蓝色嘅光，蓝色光，地杯里蓝色光对木族当无好，紫外线当然当无好，所以你下你讲木匠地杯一定要抗紫外线，亦都要减蓝光，抗蓝光，你里头是特别对木族嘅保养同要紧。你讲你蓝光，然后紫外线，你讲3C嘅地杯吼，数据地杯。反正遇到后生朋友，当好啲拿定一个天花啦，就不是按样给推来推去啦，吼，给看那样哦，真是呢光线模糊，骨合模糊，光线模糊是只瞳孔会放变态，佮看个手机底杯，也讲天路看长久，底杯个光线蓝光，蓝光头先讲到的伤害木族 ，LED 吼对木族当伤害。真是呢，都像讲一下当到后生人，佢都不按样推来推去啦，莫讲佢就像非正眼来讲到好咧，我上班下按样健康一个讲到数据同埋吼，可以下我都知道嘅木族会食食啊，吼都会饮料蒙药按样，所以来要做真是伤害做十分的大。好，也就係講到你平時生活當中啊，一下3C產品嘅用，當然佢一好用，唔過啊，我記得咯，好樣嘅用，行過唔好用太久嗬，一般也木做血菌唔好跳高爐咯，跳高爐就傷害到木做咧，南廣東傷害木做，故所也係要看啲時間去叫下都好。一般嚟講，你講看天師、看天路，尤其以前講啊。可能1點鐘40分鐘所以看一下，你下反正嘢講3C嘅較權嘅，錯，尤其嘅畫面有得個動色，係30分鐘，我想是應該去看一下。20-30分鐘都可以看，上班下唔是20-30分鐘都木做都動緊苦咧。係，所以最少20-30分鐘，你去看，去看嘅時候最好是講係有時間，你木做實。用温毛巾熱敷。哦，做得都辦公室準備下一個棉ผ้，吼，4條嘅棉ผ้，就用一個講整個棉ผ้來木做搭進去。搭起來温毛巾，你熱敷一下。我是做眼球運動。眼球運動。當然啦，看上面、下面、右邊、左邊，吼，本木做挺痛，莫挺。對定一隻點樣用眼看，上下左右轉一轉哈。做得按用力圈的，也係講三角形、四角形那樣喎。按眼看以後，木做是還有力，還冇按皮。也就係老人哋木做地背度所有嘅一個神經咪嗬。上班下你看一個點嘅時間，你動到嘅神經各方面就冇去疼痛。應該叫冇疼痛，有一種嘅一個情形就係會退化體氣，退化體氣木做就停就退化咧。故所一個木做嘅一個運動當重要哦，還有血菌當重要。另外就係喺個磨面ผ้，就唔得用一個溫水來做一個熱敷嘅時間，你做得用其他方法，都記得我頭擺都講素按樣有冇？搓啊，搓啊，熱燒過後，係用特定嘅效果，應該咩做嘅？係，其實你想有溫度以後，嘅血流是吧？它循環所以它流通的哦。容易是放起來，一方面做一個運動，肩頭運動，放起來隻手機，你是放起來去當年講天花都行出去冇擺，身上看定演嘅手菜，其實當簡單，不過萬一變成一個習慣，還是會對木做有當好嘅方便。好，故所一個木做嘅保養其實對一個生活當中啊，愛做到咩冇困難啦，好，也有另外要提到一個部分就係嗬，一個看一個3C產品係南港對一個木做嘅傷害，故所做唔得看長久，好，冇按樣印出來推去炒茶嘅樣物嘅嗬，不是做按樣做啊，也做唔得。也有另外一種就係發現嗬，因當到嘅老人家佢哋會做一件事情，就講我一下愛上天，像一現場按樣按光通嘛嗬。光線按光啊，看東西掌握面，唔過啊，上班下按看到見到種一上年都冇夏天天啦，個天火就跌嘅青色，按樣長期都一個暗嘅環境地步度對木做冇好，影響係冇好咧。按嘅萎縮，你條話要講，遇到鹽水下太低哦，因為旁邊就慢慢要出來，遇到鹽，反正啲按嘅說。萎縮，當頸腸光炎會走出來。第一點，按個萎縮嘅時間，你講瞳孔。從暗嘅空間，長期都也會腸光炎。係。通過瞳孔會變態。變態。光線是當強力咧，你
木做嘅伤害是不是較大，所以唔好向上，應該用，你愛用，應該上，你就上。該當用就用，該當上就愛上。故所一個無卡地方啊，吼，迄講因本身貢獻無好，你天賦一點未出來啊，吼，因為唔好長期都一個暗嘅環境地方度，也有上到嚟，當到朋友啊，吼，其實2年嘅時間啦，吼，都除非去最上愛去嘅，可能就應該看天陽啦，吼，天陽嘢地方度咩啱冇時數啊？所以你看天陽以後一出來一下，什麼看唔到，乜嘅東西看唔到，你講暗示眼看唔到，所以長期啲地方做唔得，所以你看一隻天陽1-2點鐘還好，唔講長期，長到啲地方一定是冇好。故說一個應該按啲無下來講啊，吼，可能自家愛看一個天陽嘛，嘅咩冇天錯愛留，咩做唔得爭錯啦，做唔得留嘅。天賦留佢跌退啦，吼，因做愛做去本日嘅貢獻，吼，所以佢來做下量地位，吼，資源地位，按樣對木族來講，真唔會係負擔。韓國幾年都有個天陽宴，地方度嘅朋友啊，咪愛提前吼，2點鐘、3點鐘就愛出來，冇幫佢行啊，吼，本日木族歇困下，因為講真實嚟啦，也係一種嘅娛樂，但係吼，係個幾年都也地方度真實咩唔好，吼，也都講到一個看天陽韓國都有省內貢獻嘅問題，再下來哦。有乜嘅運通，嗬，做得本身一個木族嘅，對講頭先講到嘅運通啊、聖經啊，乜嘅全部做得運通到嘅嘛。實際嚟講，運通哦，你鄉親朋友最簡單嘅，你搭早晨，也係講傍晚嗬，搭早晨是行路是最好嘅，行路嘅時間，你看遠、看近，行嘅時間手嗬。哦，你們就像甩手空空咁嗬，從來不會停通，不會停通。一個你有等人打乒乓，乒乓嘅時間，木做看遠、看近、看右邊、看左邊，木做還會停通。啊，有等人講啊，顏顏色太冇力去打乒乓嘅時間就行路嘛，行路當好，你講游泳咪當好，你就你對你有顏色嘅朋友最好嘅運動。好，就一到來提供冇影響親朋友啊，冇做係你靈魂之窗啊。故所呢，非常行在一擺來提倡鄉親朋友，冇做愛好好保護、好好照顧哦。該當愛治療，該當愛去當檢查嘅時間，就愛做義工去做咯。冇做照顧好來有好嘅視力，將做得去看去感受一個正正嘅世界咯。咁樣當什麼冇理意思啦，都喺節目當中按知識。感謝李老師，感謝你鄉親朋友，大家係。身體健康，木做講，係看實幫你。好，嗱，基本也好空間嘅，日等人就都一路先聊下，家下聽你先生向下來做運動咧。